喂，大家好啊！火係咩啊？我哋而家係下元九運咧，火主電腦資訊科技文化靚嘅嘢、藝術嘅嘢。咁啊，正如啦，頭先我哋啱啱就聽咗一個與局長對話啦。原來咧創科科技咧就正係符合九運嘅時候嘅科啊。一啲科技啊、藝術啊，同埋一啲靚嘅嘢、文化嘅嘢咧，就正同你哋個協會咧係如出一轍嘅喎。咁啊，所以睇嗱，出年叫丙午馬年啦。嗱，如果根據嗰個立春八字嚟講咧，就個財星就欠奉嘅喎。咁點樣可以加強個財星咧？根據個立春八字嚟講咧，火咧就係一個印星，我哋配香港。咁啊，加上咧，如果大家知道一個叫九曲飛星啦，我哋叫一仔咧叫財星入咗中宮咧，就叫受困喎。點樣可以打破呢個僵局咧？簡單地咧，如果屋企嘅風水喺中宮嗰度咧，把風扇吹下咧，就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啦。另外啦，如果真係貼地啲，我哋要做嘢咧，簡單地真係要喐動多啲咯。咁如果無論香港嘅經濟發展啊，或者各人啊自己本身嚟講咧，都叫一字記之曰動啊，喐多啲，唔好太靜，喐多啲咧，走動多啲。譬如我哋上下國內啊，做下考察啊，做下事務嗰啲巡查啊，或者同各會友之間咧多啲業務拜訪咧，其實都可以做嘅。咁啊，亦都可以幫到大家啦。咁啊，個人嚟講咧，我覺得嗱，如果假設啦，有幾個生肖要恭喜佢哋嘅嗱，第一屬豬，有冇屬豬嘅朋友啊？好啊！嗱，恭喜你先，因為舊年咧叫沖太歲啦，咁啊，哇，運程起落好大啦。但係今年唔同啦，丙午馬年咧，屬豬嘅朋友咧就好鬼幸福啦，因為某程度上已經逃離咗嗰個叫沖太歲嘅年份啦。所以咧，但係因為始終個叫大病初愈啊，屬豬嘅朋友咧，如果假設係冬天出世咧，咁啊正啦。過多2個月咧，你個運氣就慢慢向上啦。如果夏天出世咧，就要守多一陣。但係你可以加速呢件事嘅，點樣加速咧？可能做多啲業務工作啊，各方面咧可以加速屬豬嘅朋友更加可以叫做更加嘅運程會更加好咯。咁啊，另外啦，如果假設今年咪成日話犯太歲嘅，屬馬同屬老鼠嘅朋友咧，今年要特別留意啦。嗱，屬馬嘅朋友咧，今年叫做刑太歲啦，刑太歲同埋叫做值太歲，加上仲要係犯太歲添。咁所以某程度上咧，屬馬嘅朋友咧，我哋今年就叫做喐動多啲啦，同埋咧簡單啲，考下大家捐血咧，捐一包血可以夠幾多人啊？夠3個人冇錯啦，係啦，捐血可以叫做咧幫手咧去化解我哋叫刑害太歲嘅問題啦。嗱，有4大生肖特別留意嘅，屬馬、屬兔仔、屬牛、屬雞。特別要注意就係屬老鼠啦。屬老鼠嘅朋友咧，今年叫沖太歲，運程起落好大啊！逢親沖太歲咧，一定係伴隨住咧手術血光啦、搬屋搬廠搬寫字樓啦，另外就叫大破耗啊！咁某程度上啦，既然你已經有手術血光嘅，除非你係做醫療界啦，否則咧鼓勵你捐下血，咁啊可以固本培元咗啦。另外啦，橫掂都可能有破財呢啲星咧，可以捐下錢啦，我叫財布施咧，都可以叫迎刃而解咯。雞嘅朋友咧，如果單身屬雞嘅朋友咧，今年就好正。有冇屬雞嘅朋友？嗱，恭喜你先嚇！如果假設咧你係叫做人緣生意，即係出嚟面對人群咧，屬雞嘅朋友今年唔知點解咧，好似人形光彩咗咁喎。嗱，如果單身屬雞嘅朋友咧，哇，今年非常之美好啦！我叫做桃花開滿地啦，因為午有重逢，江湖花酒，咁啊好多飲宴嘅機會啦。單身屬雞嘅朋友多啲出席飲宴機會咧，可以締造一啲我哋叫做好多逼得好多珍貴人出嚟。但係如果假設啦，夏天出世屬雞嘅朋友啦，或者已經有穩定伴侶屬雞嘅朋友咧，就要特別留意啦。今年咧我哋叫做容易咧因桃花惹的禍啊！咁梗係唔使驚，我哋正所謂啦，桃花化人緣去化金錢啊嘛，出多啲嚟揸咪講嘢，面對人群，做多啲對人嘅工作咧，對屬雞嘅朋友好有幫助嘅。咁另外啦，真係犯太歲嘅仲有屬牛嘅朋友啦，有冇屬牛嘅朋友？非常好，因為屬牛嘅朋友咧，反而要恭喜你添，因為今年咧有紫微龍德呢2大吉星啦，正所謂紫微龍德雙輝照啦，喜事從來喎。嗱，既然你有咁多喜事咧，鼓勵你啊，真係多同身邊嘅朋友多啲分享呢啲喜慶嘢咯。咁另外可以幫手搞一啲譬如我哋叫活動統籌嘅工作啊，即係幫手做一啲統籌嘅工作啦，可以善用到你啲吉星。嗱，點解咧？屬牛嘅朋友除咗有紫微龍德之外咧，仲有國印呢粒星喎。
國家嘅印章啊嘛。所以某程度上咧，你發覺屬牛嘅朋友咧，今年個調兵遣將嗰度咧，特別可以叫做稱心啲啊！即係唔知點解咧啊，平時啲人都唔係好聽自己講嘢嘅，今年就一出嚟嘅時候咧，好似有個光環俾自己啊，特別容易可以調動咗啲人幫手去做嘢咯。另外啦，仲有生肖咧，今年都係麻煩少少嘅，就係屬兔仔啦。有冇屬兔仔嘅朋友？有喎。唔使嗱，屬兔仔咧，我哋叫做咧今年就有啲次級啲嘅貴人星，咩天喜啊、月德啊，同埋一啲叫福德星啦。咁但係咧，我去考下大家啦。如果假設我肥仔一名啦，我想訓練個腹肌點樣訓練啦？梗係做下 sit up 啦。嗱，如果你想訓練你嗰個貴人星咧，簡單地咧，你咪做多啲人嘅貴人咯。如果假設你可以幫多啲身邊嘅朋友去達成佢哋嘅夢想喎，咁你咪好似訓練咗你個貴人星咁。咁屬兔仔朋友咧，可能仲有暗中嘅 secret angel 啦，暗中去幫下人啦，或者匿名咧去捐下錢啦。某程度上咧，你會發現今年嗰個運程咧會更加好喎。但係如果調翻轉喎，反而哇，我今年犯太歲喎，乜都唔做喎，靜雞雞咁喎，淨係好享受人哋幫你咧，咁就反而會拖垮自己個運。所以鼓勵屬兔仔朋友咧，我哋內閣成員可以揾下屬兔仔朋友咧，幫手去叫佢做多啲義務工作啦，或者可以做多啲培訓嘅工作咧，對屬兔仔朋友都會好㗎。咁兔仔朋友今年咧，亦都我哋叫做咧，桃花都唔錯嘅。所以各位朋友咧，單身嘅哇非常正啦，可以容易獲得真姻緣啦。但係如果已經有穩定伴侶，或者屬兔仔係夏天出世嘅咧，就要小心，又係小心桃花惹的禍啦。咁又係簡單地啦，我哋桃花化人緣咪得咯，走出嚟幫多啲人去傾安排一啲嘢啊，或者你係從事一啲見人嘅工作，或者你嘅生意係見人嘅，咁某程度上咧亦都幫到大家㗎。咁啊，講完呢四大生肖啫，呢五大生肖之後咧，舊年屬蛇嘅朋友咧，可能舊年我哋叫犯太歲啦，起伏比較大少少喎。但係放心喎，嚟到今年咧，屬蛇已經叫走出陰霾㗎啦。如果假設冬天出世屬蛇咧，直頭正添啊，直頭可能一過咗正月之後咧，已經發覺有好多好嘢揾你啦。但係夏天屬蛇嘅朋友都唔使驚，過埋個4、5、6月咧，個運程就會慢慢穩步向上㗎啦。嗱，俾屬蛇一個感覺。如果假設屬蛇嘅朋友咧，你係做老闆嘅，都鼓勵你出份人工俾自己。嗱，出份人工俾自己有咩好處咧？因為屬蛇嘅朋友咧有粒叫六分星喎。古時啦，我哋啲大官咧，我哋叫俸祿封你個人工去增長。但係如果做生意嘅你，或者一啲靠佣金收入嘅你咧，冇一個固定嘅入息咧，就鼓勵自己出翻份人工俾自己。無論你1000幾百都好，穩定每個月都出份人工俾自己，就可以加強呢粒星嘅好處喎。咁當然，既然大家都係在座都係老闆們啦，咁啲錢梗係捐咗去啦。咁每個月咧，有啲穩定嘅入息俾自己，然之後捐少少出去咧，其實對自己個運都好有幫助。另外啦，舊年咧亦都有2大生肖咧比較麻煩啲嘅，就係屬馬騮啦，同埋屬老虎。嗱，舊年屬馬騮、屬老虎同埋屬蛇嘅朋友咧，哇嗰啲失實欺騙、隱瞞出賣啊、大拗撬、大爭端、大是大非，一定經歷過㗎啦。咁既然過咗年之後咧，發覺咦好似喘息到喎。某程度上咧，嗰個我哋叫做咧嗰個年運咧已經開始步向好處啦。咁但係如果想加速呢個年運咧，簡單地啦，我哋叫做多啲善事啦，或者可以頭先都講啦，捐血可以幾好嘅，因為捐一包血可以救到3個人啊嘛。正所謂咧，救人一命勝造7級浮屠，你一次過可以做到3個7級浮屠喎，助長到自己嘅運程喎。嗱，屬馬騮嘅朋友啦，我哋叫一字記之曰動啊，靜不得啊。嗱，屬馬騮嘅朋友咧，今年咧工作壓力好大嘅，我哋叫做咧火煉金喉。喂，有冇睇過孫悟空？我哋《西遊記》裏邊孫悟空咧，未俾阿太乙真人困咗喺個頂嗰度嘅。開頭俾啲紅紅烈火係咁燒住自己噶嘛。嗰陣時佢點做啊？固本培元咯，靜待時機咯。嗱，今年咧就正屬馬騮嘅人咧，就係正係需要靜待時機啦。嗱，冬天出世屬馬騮咧就唔使等好耐嘅啫，去到4、5、6月咧就已經可以破頂而出啦。但係如果假設係夏天出世屬馬騮嘅朋友咧，就可能要等多少少，可能到年中打後咧先至大放光芒咯。
嗱，正所謂古有孫悟空啦，經過火煉金喉之後出嚟咧，就變成金睛火眼啊嘛。嗱，現有咧，大家如果假設係屬馬騮嘅親戚啦、朋友啦，可以同佢講聲咧，即係今年咧，可能真係要靜待一下時機，點樣可以加強呢個能量咧？簡單啲，做多啲義務工作啦，或者社區活動啦，幫多啲人咧，就可以助長自己嗰個福報啊。咁某程度上咧，我叫做更加容易事半功倍咯。咁屬老虎嘅朋友咧，在座有冇屬老虎嘅朋友？係啦，嗱，舊年啦，屬老虎嘅朋友，嗱，除非你係軍警界、司法界，否則咧，舊年嗰啲失實欺騙、隱瞞出賣咧，你完全即係簡單啲，殺到你措手不及啊！但係如果你係從事軍警界、司法界咧，某程度上嗰啲就係你嘅生意啦。但係嚟到今年咧，就變咗我叫步出咗嗰個麻煩嘅地方啦。所以你屬老虎嘅朋友咧，今年你發覺係輕鬆咗少少喎。但係當然啦，屬老虎嘅朋友都係容易同上司啊、老闆們咧，容易有啲拗撬嘢出現啦。咁啊，守一守把口咯。是屬老虎嘅咧，今年鼓勵即係做下 body check， 因為咧今年屬老虎咧有白虎呢粒星。如果假設你係從事軍上咧，就可以用到白虎呢粒星，我叫做有權力啊。但係如果假設啦，我係普通做文職嘅，有白虎呢粒星咧，就變咗容易有手足血光之數。呢樣咧就要分外留意啦。咁唔使驚嘅，捐下血可以啦，做下 body check 可以啦。某程度上咧就可以幫你呢件事迎刃而解咯。同埋鼓勵大家可以組織一啲叫做捐血活動㗎嘛。喺你面前1000幾百人喺度捐緊血嘅時候，你咪可以同一時間應到呢個血光之災嘅同時，仲可以做埋善事咯。咁呢樣都係一大嘅功德嚟嘅。咁另外屬羊嘅朋友有冇啊？嗱，恭喜屬羊嘅朋友啦，因為今年咧又叫合太歲之年啦，變咗屬羊嘅朋友咧，今年會有好多貴人俾你認識到嘅。另外屬羊嘅朋友咧，今年有太陽呢粒吉星喎，太陽呢粒吉星咧係1級嘅貴人星。嗱，有好有唔好嘅，好處就係咧，好多唔同嘅貴人俾你認識啦。另外啦，對你嘅助力都好有幫助，好似太陽咁溫暖啊嘛。另外啦，如果假設有得俾你選擇啊，男性嘅貴人星咧，你對啲男性嘅客戶啊，或者揾啲男性嘅長者咧，佢對你個助力會更加加分咯。咁但係太陽真係光照萬物㗎嘛，某程度上咧，你會發現今年個使錢都會使多咗啲嘅，因為你好似咧慢慢度度都關你事咁喎，咁你咪變咗容易每度使下啲錢咯。另外屬羊嘅朋友咧，有粒叫板安星，咩叫板安咧？以前騎馬咧上馬嗰個安啊，咁某程度上啦，小心突如其來的問題咯。所以屬羊嘅朋友咧，今年要避免一啲高風險行業啦，或者高風險嘅活動啦，咩過山車啊，或者出去騎下駱駝嗰啲就盡量避。你工作嗰方面都要特別留意喎。除非你係處理問題性工作嘅，即係簡單啲啦，你係危機處理組嘅，哇咁啊正啦！今年你好多生意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做任何事咧都有兩手準備嘅。呢個係告誡屬羊嘅朋友一大錦囊啦。咁另外啦，屬狗嘅朋友咧，有冇喺度？係啦，冇錯，非常好啦。嗱，屬狗嘅朋友咧，今年會非常之正喎。點解啊？因為叫做咧，我叫地位提升啦。另外咧，亦都會係我有華蓋呢粒星啦。華蓋係乜嘢咧？古時皇帝出巡咧，幾公里前你都見到佢喎，唔係你有千里眼啊！因為皇帝出巡嘅時候咧，有把金色嘅遮住佢。今年咧有華蓋呢粒星遮住啦，所以無厘啦間咧，你都會俾人群之間咧拱你出嚟，代表人群去講嘢喎，或者去處理一啲事務喎。咁啊，好好享受呢個際遇啦。咁但係咧又有好有都有唔好喎。今年咧華蓋真係蓋住你噶嘛，突然之間咧你會發現好想收埋自己啊。咁啊某程度上啦，所以我叫作最好準備，作最壞打算啦。最好準備就係咧，可能你多啲安排。另外啦，行後一步，真係喺個可能喺個辦公室嗰度啦，好好處理下啲文件嘢。咁某程度上咧叫動靜皆宜咧，就變咗係你嘅開運法門啦。另外屬狗嘅朋友咧，今年我哋都叫有少少麻煩嘅地方啦，就係嗰啲即係少少病症啦。不過唔使驚嘅，嗱頭先講啦，啲地區工作啦，探訪下老人院啊，或者做下啲慈善活動啊，或者探訪下啲孤雛咧，咁某程度上我叫用咗粒病星咧，你就唔會自己應咁樣。咁另外屬龍有冇屬龍嘅朋友？嗱屬龍嘅朋友咧就今年咧非常正啦。嗱如果假設協會有啲咩問題咧，揾屬龍嘅朋友啦。今年咧佢有天解呢粒星喎。咩叫天解啊？上天俾解決能力俾你啊！所以我呢，如果假設有啲搞唔掂嘅問題啦、奇難雜症嘅嘢，個
都搞唔掂嘅。哇！揾到屬龍嘅朋友啦出嚟，佢哋傾下偈啊，搭下膊頭，眨下眼又可以處理得到喎。呢個係屬龍嘅朋友今年嘅一大特徵嚟嘅。咁另外啦，屬龍嘅朋友同屬蛇嘅朋友都係，今年有啲叫喜慶吉祥星啦。咁所以某程度上咧，鼓勵屬龍同埋屬蛇嘅朋友咧，今年去搞多啲叫做慶功宴啊，或者一啲活動咧，攞獎自己粒星星咯。我分享多少少啦，因為嚟緊即係始終都係下元九運啦，個火太強啦，加上由舊年開始咧，連續3年個火都好強，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個健康好啲，或者固本培元咧？係叫陰陽互調啊！個火既然咁強，喂，你咪用多啲水咯。咁點樣用咧？就簡單啲，每日臨瞓覺之前啦，預早15分鐘咧，真係將個電話咧擺開嚟到叉電啦，可能俾個機會自己可以休息一下啦。因為個電話咧其實係好火嘅物嚟嘅。咁你臨瞓之前15分鐘真係擺低個電話，同埋又亦都可能臨瞓之前咧飲一啖水。咁呢個係玄學嘅角度啦。如果科學啲講咧，因為你瞓覺嘅時候都有呼吸作用㗎嘛，會有啲水蒸氣蒸發嘅喎。咁你飲嗰啖水咧，其實係彌補咗你啲血管裏邊啲血啊，唔好咁濃啊。咁某程度上咧，亦都可以避免一啲心腦眼血管嘅問題咯。因為無奈啦，個火咁強咧，丙午年喎，叫一柱火嘅年份咧，心腦眼血管特別容易出問題嘅。咁水咧，就算你係忌水都好啊，都要飲水㗎，係咪先？咁啊變咗每晚臨瞓之前咧飲一啖水咧，某程度上會對你個健康會好啲啦。加上臨瞓前15分鐘啊嘛，咁剩翻嗰10零分鐘做啲咩咧？可以試下冥想啦，或者真係可能放空自己，真係休息一下。千祈唔好咧玩手機玩到瞓着。哇！呢個咧我都夠膽寫包單咧。今年呢個火咁旺嘅個年份咧，如果你玩手機玩到瞓着咧，真係對自己一個唔好嘅加持嚟嘅。咁所以某程度上真係試下15分鐘前擺低個電話，俾個機會自己休息一下咯。好，講到呢度，咁啊講下自己少少開運法門啦。嗱，今年咧，如果想添丁嘅有冇人？或者想搞喜慶嘢嘅？結婚生仔啊、添丁啊、開公司啊，今年咧嗰個一大嘅吉祥位咧就係東南方屋企，你喺屋企嘅正中間啦，然之後度嚟個東南方啦。嗰個東南方咧又有九仔呢粒星，我哋叫做九紫離火星啦，一個1級喜慶星。咁所以某程度上咧，你可以喺你嘅東南方，第一乜都唔好做，起碼執乾淨企理佢先啦。執乾淨企理之後咧，然之後再喺我哋叫東南方咧，可以擺9朵。如果假設你想吹喜慶嘢咧，或者吹人緣啊，或者真係發覺最近拗撬多喎，你咪擺9朵紅色嘅花咯。如果假設係玫瑰咧，記得剪咗一次佢喎。如果假設你係想增強嗰個錢咧，你直頭可以擺9個金元寶喺嗰個位啦，或者我有9個利是封啊，9個紅色的利是封。擺嘅時候咧，我而家要入錢喺裏邊啦。記得利是封裏邊一定要有錢。當擺錢入去嘅時候咧，我哋俾個念俾佢。我係諗住捐出去嘅。咁你入咗嗰9個利是，擺喺東南方，最好就貼喺牆上邊。我叫眉以下腰。